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 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美国续航盘刺激到台股今日表现起276点，收跌13576点。另外，大片换美金汇率也收跌31块外，起1.2角。北韩今早起向东海发射一粒飞弹飞过日本天顶，日本、南韩、美国拢表示强烈谴责。北韩说来可能会做核武的设置。店家生理上好，说免开发票，国税局派人去现场调查统计。国税局也讲说了，要大型调查会锁定弊弊的名单。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到咱台湾的经济。讲到这美股收红盘，刺激到台股今日的表现，落尾是起276点，收跌咧13576点。咱来讲到这台票换美金的汇率，也收跌咧31.748块，换起1.2角。美国股市三大指数收盘全部起价，激励台北股市早盘红记记，盘中上悬来到13586.96点。伫台积电这大型电子宽带股带头起，中场起276.04点，收跌13576.52点，徛在13500点，成交金额是1812.94亿。美股止跌反弹，外资回补。加上今天的盘面表现的也还不错，一些相关的 IC 设计、半导体的类股表现都还算不错。这个部分看起来有没有机会延续啊？今天的涨势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波段的反弹，它应该是值得期待。都伫测试台股大起的同时，新台票兑换美金的汇率嘛脱离前一天放软的惊势，甲阿伯做伙起。以31.82开出了后，捌回升到31.805，升达6.3分。中场以31.748收盘，升达1.2角。暗过根据央行统计，美金指数年测到即马累计起价幅度差不多20%。面对俄乌战争加重通货膨胀压力，也加美国联准会相关利息以及债券放空来得紧搁急。专家是讲金融市场变化真紧，暗过嘛叫投资人要有信心。我们在过去不管股市再怎么大跌，国安基金进场之后2年，除了一次之外，全部都是正回报。当你的股票跌破年线、跌破3年线、跌破5年线、接近10年线，你已经比过去10年每个平子，你赢了这么多人，真的闭着眼睛买了。伫欢喜街股市回升了后，下个礼拜二往走悬。日本日经225指数收盘起2.96%，创下3月23以来单日最大起价幅度。南韩股市往起2.5%。记者综合报道。有杂志媒体曝光，这原能会主为社校生呢，假意找一个少年老，而且佫是长头长的女性来做伊的秘书，而且也出现类似性骚扰行为。针对到这个风波，伊在去请假无出席立法院议会，不过也发出2解声明，讲愿意接受这行政院的上届严格调查。加州立法院原能会主委谢晓庆后明对2个长头毛少年女性，这是误会引起高文委员会报告时画面。测试1号周刊指出，开长头毛少年女性做秘书，佮防止控对女下属卡卡手，甲用为手脚。据立法院报告，行政长苏贞昌伫立委质询之下回应，会保障两性平权。公务员或政府官员相关责任也都清清楚楚，我们会依规范进行，包含要保障我们两性平权，还有相关职场的一个友善职场的一个文化，应该要帮我们维护，好不好？这是当然。民进党体会还魂甲罗品如也发联合声明指出，家主会技术牵涉性骚甲这场霸凌案，伊是原能会最高首长，呼吁行政主动调查。妇女团体指出，即卖性别工作平等法，若牵涉性骚扰是单位负责人，恐吓后疑似受害者唔敢申诉，认同由上级机关来调查。我们的性工法规定就是由这个就是公司或者是机关这边要组调查小组。所以他会不敢出来，因为他不太能够相信这个机关或者是公司会做一个公正的调查啦。性别平等教育法它有明白这样规定哦，那如果比较这样的一个精神的话，它就是上级机关来调查会比较好一点哈，因为不可能期待行为人调查自己的事情。
桃园机场观念会主委谢晓星无回应记者电话甲信息，无法度清楚为什么去咖啡厅上课爱带公务秘书去。伊伫早起发验证定请5点，绝对毋是一直换秘书强调伊保向公务资源才去咖啡厅实行上课，也表达若甲同事互动有无适当的所在会调整改进。下晡第2摆发声明验证反驳无实在指控，已经向苏县长表达愿意接受行政院上严格调查，正院也回应会组成专案调查小组调查，赶紧对外说明结果。记者综合报道。要若讲到这北韩呢，最近一直咧试射飞弹，而且伫今仔早起就在向东海发射一粒中程的弹道飞弹，而这飞行的距离有到4600公里。那是这10天内北韩第5届试射飞弹，也是这5年来头一届飞过日本的天顶。日本政府虽发出警报，日本、南韩、美国也拢表示强烈谴责。有专家认为讲，这北韩真有可能伫咧10月底会进行核能武器的试验。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北韩初时早起向东海发射一粒中程弹道飞弹，这已经是北韩10天来第5摆试射飞弹，佫是5年来第1摆飞过日本上空。根据日本防卫省的消息，这粒飞弹早起7点22分发射，期间穿过青城关，7点44分落地日本东边3200公里的海域，飞行距離差不多4600公里。当該弾道ミサイルは中距離弾道ミサイル以上の射程を有する弾道ミサイルであったものとみられますが，韓聯社指出，這粒飛彈上懸速度17馬赫，彈道上懸點970公里，可能甲過去擺試射過4擺火星12型共型。這擺飛過日本上空，日本政府馬上發出警報。日本東北新幹線甲北海道 JR 電車捌停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甲南韓總統尹錫悅攏對北韓發出嚴厲譴責。先ほど、北朝鮮が弾道ミサイルを発射し、我が国上空を通過し、太平洋上に落下したとみられます。最近の度重なる弾道ミサイルの発射に続く暴挙であり、強く非難をいたします。 이런 무모한 핵 도발은 우리 군을 비롯한 동맹국과 국제사회의 결연한 대응에 직면할 것입니다. 北京也譴責這擺試射是危險甲強大。北京安全顧問蘇利文表示，已經甲南韓、日本的國安官員討論，要如何和北韓強有力的回應。咱外交部也共款譴責。 的相關不負責任的行為，來表達我方嚴正的關切跟譴責。韓國媒體報道，這擺飛彈射程4600公里，延到美國關島。專家認為，這是北韓升級強度的徵兆，平壤可能在10月底要進行核試驗。這時間點在中國20大了後，也可能要影響美國大選。記者綜合報道。 對着阮的鏡頭來看在地上大條，講到這9月18大地震過後，這華東鐵路是跋倒來通車，造成這雙十連假台東的民俗飯店，這退房率達到5成。雖然交通部有推出團體旅遊1萬塊的補助，不過這效果卻是真有限，訂房率就要恢復1成爾爾。這台東縣政府伫今日也宣布講，要動用縣政府預算第2有備金，提1000萬來進行觀光。對於10月11開始咧，這補助縣內飯店，逐暗逐間500塊補助。代替華東線鐵路，因為地動中斷，即馬台東火車站的人大幅度減少。這個禮拜六就是雙十連續假期，不過台東縣飯店旅宿業刷退房5成。交通部為10月初1開始推出團體旅遊補助1萬塊，鼓勵國內旅遊來東部佚佗，訂房率差不多敢若加1成。即馬台東縣政府國家隊提供1000萬補助外縣市自由行遊客來台東縣住眠，每房每工補助500塊，一當連續大數使用，希望搶救大地震了後台東的觀光業。平日周日到周四連續住宿，每個房間最高可以領就是每個房間補助500元。想要玩的會覺得說就有一些分攤啦，這樣子。如果有更多的金額，那個可能意願會高一點。
台东县差不多2万间旅宿客房，以每工卖7000间来算，台东县政府的加度补助差不多3工就会用完。县政府是讲这是做示范，所以台东县观光协会也加度1亿，到年底前提供每一个游客上最500块的台东县消费券，提供游客专管将近100间协会会员商店消费使用。那这些优惠券呢，通通都是要给客户来入住的时候享用，或者是它可以折抵这些住宿啊，然后餐饮啊等等之类的。县政府是讲，除了加度补助，也会持续推出真侪项大型活动城观光客。其中这个月推出的第一届台东光节，用声光艺术的展演，持续到年底，点到基本温泉区的夜空，希望会当进行台东大地动了后的观光产业。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台南的阿东检媒去向指控讲伊兼开发票，佮着介去互国税局查。另外一间也是真有名，叫做阿明地心，也去互国税局查，甚至有派人去到现场看讲，因这生意好也歹，敢有达到爱开发票标准。国税局也讲，接落来要大声要查的，就是先锁定一寡弊弊等名单店家。满满食材无用备料处理，若到营业时间门口拢摆甲长露露。讲到台南美食，阿明地心本地人观光客拢想要来食。啊，毋过最近有人发现，这间有名的店头有杂碎员徛伫门卡口。生意上好，互国税局注意，派人到场评估是毋是一个人免开发票。店家真低调，讲真无奈，户家打翻是有无共款的看法。如果是达到那一个标准，我就会去做。就好像有人在就监视这样子吧。换作是我们的话，会觉得对啊，会蛮有压力的。每个月营业额无超过20万，拢用免开发票。国税局解说，对免开发票的店头半年会重新审核，参考冰岛率员工数来推算实际营业额。不止阿平地心刷入去这个店头，也被列为优先调查对象。初步我们应该会是针对必比登的这些名店来作为一个优先的一个查核调查。不过也是有例外，因为中南部小食店真多，亲像路边摊、豆奶店、冰果店，那符合特殊营业前规定，就算一个月超过20万，也免开发票。当时我们立法的时候啊，它使用发票是确实是有困难的，比如说它比较汤汤水水，或者是交易比较零星。所以我们让它是可以超过10万也不用开发票。除了伫店头开闸以外，就惊店头漏开发票偷走税。亲像高雄老字号传统早餐兴隆记，要互国税局找上门，台南的阿长检媒进前也互人检举，无主动互人发票，因为店头趁着盈利收入，都义务爱扣税。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49509个本土病例，也伫中重症患者有62人，死亡个案有31例。也因为这确诊人数大增加，昨领这口服药抗病毒药物的人次呢，也创下新高，有9000多人份。另外呢，这政府会搁再买40万人份做邮币，按算一礼拜会送到位。另外，指挥中心也讲，无排除这礼拜才是疫情的高峰。不过，这10月13边境开放的规划暂时未改变。新冠本土疫情继续增加，将近5万例，测试增加49509例，全台有12县市病例数超过1000例，其中包含屏东、宜兰等县公县市，中重症62例，死亡31例。确诊人数增加8亿，用这抗病毒药物使用人次，各创8月这波疫情以来新高，总共开9219人份，会搁比40万人份，按算这礼拜陆续到会。这个也是反映我们目前这个确诊处于高原期，每天有确诊的民众有蛮多人是符合我们这个高风险的对象。因为拜二本土个案从9月14以来第2悬，疫情可能是这礼拜才会到高峰。指挥中心表示，因为进前有中秋连假效应，加上下礼拜13边境要开放，民众防疫可能会放零，才造成疫情波动，对边境开放规划未改变。不排除这个礼拜会是这个高峰，但是整体而言，就是它还是属于在高原期这边波动哦。那对于这个目前就是有关10月13号
要边境开放的部分，目前还没有要改变。莫德纳次世代疫苗第4阶段测试开始自对象包含50到64岁大人，第一类医术人员、航空技术员等，第讲到5.6万人。次世代疫苗有71万4000多人处主权指挥中心要观察1礼拜，佮评估一个阶段开放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警察专科学校传出流感群聚事件，目前已经有22个人感染，是今年以来人数上介侪校园群聚。警专表示讲，这寡学生拢是自专1年的学生，也要甲因注过流感疫苗，加在拢是轻症，已经请假登去处理休困咯。机关需要呼吁民众讲，若种符合公费流感的这个疫苗的民众咧，就要赶紧去做，通好来提升家己的保护力。传出校园流感群聚事件，台湾警察专科学校顶礼拜2起，陆续有学生出现发烧、家嗽、规身躯酸痛等症状，也毋过新冠快筛却是阴性，到病院检查才确诊是感染 A 型流感。到10月初3为止，累计已经有22位学生着病，是今年以来人数上侪的校园群聚。总共22位学生里面，他们并不是在同一个寝室，他们是分散的。那这些学生呢？因为我们之前就有订定了一个标准的作业，就是说学生如果他流感一确诊，马上的就是请他一定要回家隔离。警察表示，这22名学生拢是二选的1年新生，因为还未做流感疫苗，抵抗力较低。好佳在这学生拢是轻症，目前拢已经请假转去，采用短期假校模式上课。医师也警告。咱国边境特别全面解封，过去2年高度防疫造成免疫负债，今年流感可能会爆发大流行。若讲当时得到流感加新冠肺炎重症风险会提悬。如果是 COVID 跟流感同时感染的话，其实演变成重症，或者说是需要插管的风险就会大大的提高2到3倍哦。过去几周大概都是有收到1周大概80几个阳性的。检体流感阳性的检体啊，其中还是以这个 A 型比较多。疾管署表示，最近1礼拜流感的阳性率是3.9%，有估至少也要观察2礼拜至4礼拜，才会当研判敢是进入流行季。呼吁符合做公费疫苗的民众，赶紧去做流感疫苗，以提升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东北季风明仔载来到位咯，北部、东北部会6、7度，一若食方便，迄个所在天气也会开始落雨啊。目前预测讲，这双十节当天会有另外一阵冷空气到位，北部、东北部会变较湿，而且较凉冷。日头正炎，互人目睭拢闭袂开。不过已经入秋啊，这种热天气即个来当到拜日，自拜3开始，伫咧东北季风来了，天气会开始变。尤其北部、东北部感受上明显，高温可能会降7、8度。同时，水汽煞来了，面风的北部、东半部拢会落雨。说东北季风会持续影响到好几天，我们预估这样的天气形态在星期3、星期4是依旧的。至于星期5、星期6，整个东半部还有桃园以北，依旧是有断断续续下雨的机会。气象局提醒讲，自拜3开始，北部加东北部温度会降，日时温度差不多26度。其他地区现在注意早晚温差较大，家期以北、东南部、恒春半岛加沿海较空旷所在，可能有8级到9级的强阵风。因为这礼拜六就是国庆连假，到时也有冷空气会来，天气依然是无稳定。上强的这东北风的影响是伫初10这天吼，初10甲13吼，受到这东北风的影响，这温度佫会降低吼。即马看起来，同款是伫北部甲东边吼，即个落雨时间较长哦。专家讲，伫咧国庆这天，北部甲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民众若是要出门看国庆表演，建议早雨满雨伞。国庆日这天过头了，南部也局部短暂雨，不过后期有无依然无确定性。民众连假若要出去耍，就要注意上新的天气资讯。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美国前总统川普近日界公开批评，讲这主流媒体制作假新闻，这回伊是直接甲 CNN 来对决，向非洲法院控告 CNN 故意诽谤伊，要求这代票152亿的天发性赔偿。And it wasn't until I became a politician
that I realized how nasty, how mean, how vicious, and how fake the press can be. 美国前总统川普真爱讲假新闻，即摆伊进一步用具体行动向佛州法院提告求偿，指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最近搁较厉害对伊诽谤，原因就是烦恼伊要伫指控之4年搁选总统。川普伫29页诉状当中指出 ，CNN 想要用系列愈来愈可体、虚假甲诽谤性的标签来侮辱伊，讲是种族主义者、俄罗斯糟糕、叛乱分子甲希特勒。佮鼓励今年1月 CNN 伫特别报道当中，将甲希特勒做比较，内容直接引用这位德国前独裁者的画面。伊目前官司定审，美国司法部对伊上任总统了后，提早机密文件做刑事调查。伊过去向银行、恐怖资产集团摕到贷款涉嫌诈欺，顶个月遭到纽约州检察总长起诉。国会委员会调查去年1月国会暴动案件，指控川普涉嫌煽动群众，也依然在进行当中。伊控告媒体可能只是川普反击第一步。伊透露，伊团队未来会对调查暴动案件国会委员会采取适当的行动。公司新闻将回面评价。全世界通货膨胀是真严重，伫咧意大利咧，因为通货膨胀率跌到10%，电钱也起要到5成。潮民总是真生气，伫咧街头甲这小单烧掉，抗议政府不灵。另外，伫南美洲的阿根廷，因为因物件起价钱也变薄，规期大家用物件交换物件伫咧度日子。欧洲这半年受到俄乌战争的冲击，能源价小大起。除了英国人发起几乎小单的抗争行动，意大利也有民众伫罗马的街路烧能源小单，批评能源公司投机，佮批评政府无能帮助散车进口。 Qui a fianco bollette di centinaia di euro in più, è una cosa. Poi noi abbiamo anche delle persone che sono non autosufficienti a casa da assistere, hanno bisogno di maggiore energia, elettricità, gas e non ce la facciamo più. 意大利家庭电价已经起59%，9月份通膨率是1997年新高，达到9.5%。物价一直起，民众日子歹过，散车人更加是真歹维持生活。当地一间资深厨房就指出，最近来食爱心餐的真做翻一倍，除了援助压力变大，因也烦恼尊总理极右派的梅洛尼进前放话要取消失业补助金，一旦变成真的，恐惊会有更加侪人陷入困境。 各种镜头转到南美洲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伫8月的一场抗议活动上，民众将衫摕起来一领一领紧，佮使用代表性的商品券来交换，考说政府无能，互民众需要以物件换物件过日子。 Estamos cambiando acá lo que sería mercadería por ropa, zapatillas por alguna otra prenda de ropa, un poco más nueva, un poco más grande. Es más que nada como para que el gobierno vea en la situación en la que estamos, que ya no nos alcanza, ya el salario que nosotros tenemos no nos alcanza para nada. 阿根廷到8月为止，通膨率已经达到78.5%，而且无放慢的趋势。预计年底通膨率就会滑100%。因为政府应对通膨方式都是印支票啊。 结果，阿根廷的披萨一直变淡，哪来哪歹使用？民众为了食会饱，已经开始用衫来换胖。这也是2001年当地经济危机了后，隔20年，阿根廷再度出现用物件换物件的情形。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 继续来关心这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这乌克兰继续收复因的国土，将冲破罗西亚的防线，已经对罗西亚军队的补给线造成较大威胁。罗西亚军方也已经对外承认，因伫赫尔松南部已经失去优势啊。伫乌克兰拄则夺回东部顿的此刻奥困补给地点利曼了。 会人看到乌军驶着车顶有 Z 的俄罗斯车经过，也有人对俄罗斯步兵战车顶头将弹药箱摕来。离曼130公里有2个村，经过炮火吞下，对留伫咧路边俄军的武器，就让知影迄当阵战斗真激烈。This technique come from Liman. It's a Russian vehicle. Now this machine will work for our armed forces. 路透社报道，俄罗斯伫咧局部占领的赫尔松州人民的州长萨尔多承认，乌军沿着地面保护的西花，快速的向前杀几60公里，来到杜哈恰尼村附近，沿路夺回一寡村庄。这也是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伫咧南部战线上大的突破。俄罗斯国防部崔沙也承认，乌军已经突破莫斯科伫咧赫尔松南部地区的防御。Превосходящими танковыми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ми
на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Золотая Балк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ка противник сумел вклиниться в глубину нашей обороны. 俄军目前伫咧乌克兰南部部署差不多25000个兵力，驻守伫咧第聂伯河西岸。今年8月，乌克兰宣布伫咧遮发动反攻，俄罗斯大量增加兵力，乌克兰已经摧毁主要桥梁，迫使俄军使用临时便桥。乌军顺河而下大幅度向前推进，可能会完全切断跨过第聂伯河的补给线，和俄军调至驻守的迄边。也反映出，就算莫斯科想要以并吞下动员令，甚至讲要动用核子武器，不过乌克兰伫咧东部战役犹原正成功。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南北韩失线家庭团圆活动已经停办4年了，受到疫情影响，连伫咧中国举办的私人聚会也去互禁止。北韩也切断南北韩货物也搁一批信往来，也因为即寡失线的亲人真侪拢是80岁以上的老大人，因也烦恼讲伫咧80岁年老进前，无法度搁再团圆。黄来河定着用看台吊架看河岸另外一边的北韩，韩战停火了后，伊甲妈妈、小妹仔就分隔两个所在，到即马拢无法度见面。伊个会住伫河岸边，想亲人时阵就看向对方，愈看愈伤心。 혼자는 정말 많이 웁니다. 엄마 이야기만 하면. 그래서 항상 가슴 아프고 서럽고 보고 싶고. 永汉离散家庭团聚会已经停办4年，想要去北韩的亲人，今年开钱请中人安排伫中国上会。即摆大概差不多21万新台票，大部分的人拢无法度负担。已经80岁的黄来河已经唔敢想，伫在生时阵应该看到亲人。89岁心苦业，就较幸运咯，遇着韩国朋友协助插批，才知北韩亲人情形。 伊摕好好收藏的批，有互目屎倒开的痕迹。伊的妈妈伫1967年中风过身，过身进前遗言是思念分隔两地后生。 말로 인도적인 그 도움 준다 뭐 이런 게 하지 말고 실질적으로 이상가적으로 이해한다면은 이제 그런 게 현실적인 거 이래 가지고. 受疫情影响，中国禁止群驻北韩用防疫为理由，终止两边货物甲批往来，指出的联络管道断去。根据南韩2011年调查，8成离散家庭唔知北韩亲人是毋是还阁在生。这人大部分已经80多岁，伫因的晚年，恐惊爱面临永远拢无法度见到亲人的遗憾。 앞으로 한 5년 지내봐요. 이산가족 문제. 언론에서도 이제 망각의 대상이 되고 잊어버린 대상이 되니. 南韩教会要向北韩提出恢复举办离散家庭团聚，不过一直无收到回应。离散家庭团圆也加做无法度完成的梦想。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 要比年底选战，民进党800几头参选人做伙开记者会，签署首都款共同治理连署书，宣布联合政见展现团结气势。未来除了设立台湾首都环境规划委员会论坛甲办公室以外，还要推动首都款发展特别条例法案，编列特别预算，强化首都款的共同治理。 800几头大串联，民进党参选人展现团结气势，共同提出首都宽政策，针对交通、流血、环境、产业等4大课题，推动跨管区合作。基北北桃有许多的事务是必须要共同处理，人员的流动、企业的往来，其实是密不可分的。透过未来组成的工作小组、共同论坛，大家一起来处理这个区域治理的问题。 让台湾成为世界的心脏，首都生活圈里面成为台湾实质上发动进化的引擎。郑文平也进一步说明，希望加强桃园家人的海空物流联运，甲新北市同齐解决交通就合等问题。参加台北产业合作，由台北集团设计、桃园生产，并大首都宽区域治理。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也指出，区域联合治理需要法官加特别护察，由中央地方同齐编列。 我们的规划委员会、论坛还有办公室里面来研提这个首都圈发展特别条例，来成立首都圈建设发展这个特别预算
北北基桃先来做一个示范，来做一个我们区域联合治理的机制，上可以跟中央连接在一起，下可以跟地方来做对话。但市长强调，希望会当为北北基桃出发，先将区域治理做好，加做示范区域。第一步就是爱建立机制，成立2050台湾首都愿景规划委员会，由4位市长共同主持，规划出2050年的目标，高照着举办论坛甲社会对话。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也规划11月要伫咧桃园咧举办北北基桃联合大造势，争取连任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伊也讲，这北北基桃本地就是大台北共同地方，大家爱做伙互北台湾变搁较好。也若选桃园的张善政也讲，这联合造势真重要，团队同咧协调。另外，这选台北的蒋万安也讲，也针对区域共同治理下县市合作，和其他的县市首长参选人密切的沟通。年底选前较无2个月，为着制造大团结的气势，国民党规划伫11月份举办双北基隆桃园联合造势，地点选伫桃园举办，要有关北台湾整体的精神。北北基桃本来就是一个大台北共好的地方，所以我已经跟所有的北北基桃宜的所有的候选人也好，相同的理念也好，大家一起努力，让北台湾更好。我们一定会跟新北的侯市长，还有包括台中的卢市长，以及基隆，包括谢国良、桃园的张善政几位候选人，共同就区域治理以及跨县市的合作，来好好的沟通、密切的讨论。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讲，北台湾联合造势真重要，团队当地联络协调，看什么时间上好。媒体嘛伫询问是不是有规划邀请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徛台。联合造势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正在一起联络协调，看什么时间是最好的。除了双北基隆桃园联合造势以外，国民党选情之夜主战场锁定决战首都，目前哪力被竞争激烈，时代力量前立委黄国昌进前公开挺无党籍参选人黄珊珊，第三势力的动向我真受关心。争取任何可能的支持的力量，那我们不是要去整合把他们消灭，没有，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争取，而不是整合。若是不是争取变做第三势力？黄珊珊是讲，伊争取所有市民的认同，不是第三势力。敢讲要甲市民切关心。记者综合报道。中华邮政这几年有做人力的调整，有一寡邮局因无设急件包裹的服务，例如一寡邮便书也是爱骑奥多拜送急件的包裹，一台奥多拜是爱踏真侪物件伫顶头。邮政工会代表也提出相片来证明讲，一寡所在邮便书确实是真欠人。包裹蹲甲强要比人悬，有一寡都爱靠锁啊固定挂伫车后，毋若危险，也有可能违反道安法的机车载物规定。邮政工会代表打出屏东万丹寄送单位送包裹的相片，公布地方邮务署最近工作量增加的问题。当天的量有增加，或者是像节日之前没办法去吸收的话，大家会互相帮忙多做一些啊。第一线邮务署坦白讲，这日虽然会加派人力，不过也是真歹消化邮量，敢来当尽量做。工会代表是讲，中华邮政最近整并人力，部分邮局无设立快捷包裹，骑机车负责送批邮务署都爱搁送快捷包裹，若做无吨较济，都爱加走真济纸。当天进口邮量特别多，又自己能力范围所及的情况之下，它点那么高，确实是有危险性啊！但是工作上来讲，并不是常常会有这种危险事情发生啊。包裹吨悬可能造成邮务署骑车风险。屏东邮局表示，经过反映，已经调派邮务车辆。目前万丹是从1台的4轮车子已经增加到2台。我希望借由这个车辆能够来协助我们的邮务同仁载运大型的包裹以及数量，确保我同仁在道路行驶的安全。屏东邮局是讲，会要求主管积极协助大型包裹甲邮件全部用邮务车送件，也会赶紧找找安全的中站，让邮务署免来回走丛。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公路总局针对7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者，要求每3年就要换一届驾照，才会当继续赛车。也因为这个规定，伊是有时间点的界定，致使目前81岁以上的时代咧，无受到这项规定的规范。也因为顶一日咧，有一个91岁阿伯弄死一个人，也互高龄驾驶议题引起正面关注。
车辆照规矩行驶，毋过突然内山车道出现一台倒铁路的银色轿车，一路往后壁驶落来，弄起哩人行道，弄着车门大开，弄到2名咧等红车顶骑机车的人，受到4名行人，规个事故造成1死3伤。肇事者是1名91岁老先生，高龄驾驶车安全引起关注。根据交通部公路总局目前规定，超过75岁长者每3年爱换照一摆，毋过这个自106年实施的制度，迄当时是依照民国31年7岁作为断点，生伫第31年7岁以后出世的人，每3年换照一摆，通过体格甲电池检验才会当领照。第31年7岁进前出世的人都无受限制，毋过一旦交通违规，红记点也是吊扣驾照，就强制换照也是注销驾照。有违规记录，他就会收到我们的换照通知。那我们的换照通知呢，就会告诉他说，你必须就是如果你还是继续要驾车的话，那你就要去做一个体格检查，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认知功能的测验。这摆调查的老先生无第3年换照一摆的管制对象，因过警方调查，伊进前因为交通违规红记点，佮无依规定去减速换照，所以驾照已经封注销，属于无照驾驶。高龄驾驶车安全佮引起讨论，或者认为是超高龄社会就要来临，毋但爱用驾照来管制，更加应该爱全面检视高龄者的运输需求。休闲、购物或者是就医这些，它都可能会有一些运输的需求产生。但是这个运输需求不见得要他自己来完成，应该先去看看他为什么会开车出去。那他开车出去这件事情，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来满足？学者认为，高龄赛车毋但是交通议题，更加是社会议题。爱厘清高龄者因为生活造成的运输需求，找出对策，才能根本解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有民众向市政府检举，讲一间食品工厂把这过期的食品改一期了后，搁再卖出去，可能是风声走漏，食品工厂事先就把这过期的物件车走。这间工厂也发出声明讲，会配合政府调查。市政府这边也讲，已经甲业者移送法办。台中西屯一间卖加工鸡肉产品的食品厂，互已经离职的员工出面控诉，头家要求把过期的食品外口的标签掠落来，实现以改票的方式重新出货。合作的对象包含出名的大卖场、甲地报主，伊家己数改票的证据翕落来，伫9月1日向台中市食安处检举，想要到6天了后，公司向将甲所有过期的产品库存拢刷出去，唔知影刷去倒位，以至于家己的雇主互老谢吧。其实在我任职1年之后，就陆续慢慢有在做这个改标过期食品的动作。我们老板要求。这间食品厂初时透早由原开门营业，员工甲公司声明点出来，强调绝对袂杀责任，会配合市府相关单位调查了后再来说明。不好意思，就是我们目前都是配合相关的单位在做调查，所以就没有。不过，台中市食安处表示，接到民众检举了后，专程严格保护真正人的雇主，已经针对相关的情报收集证据，研判违法的事项，牵涉到刑责，依然的移送地中地检署侦办。不过，并无派人到食品厂稽查，以免甲因拍成惊。均依照《食安法》第43条及台中市政府受理检举陈情案件保密实施要点规定办理，全程以密件移送。严格保护陈情人的个资，以及将相关资料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市府强调，稍后会配合检调机关来调查，若查到业者有违法的事实，会依照规定要求业者停业。记者综合报道。9月18大地震造成花莲真济山区部落的水质量变弱，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因使用简单型的水道水管。虽然这县政府一直要求中央爱来改善，不过这水道水的预算伫今年无增加，电要去互经济部抬调，所以引起在地机关的不满。这是花莲岛溪乡的清水部落拍开水道头，水质落落，第二桶仔底，互伊去彻底，嘛无法度开互清气，居民根本就唔敢啉。不要说918地震，这个就常年就是这样的水。那地震之后是不是更严重？地震以后是更严重。事实上，花莲真侪山区部落拢无自来水，是利用山沼水顶自然水管架设简单的自来水管线，输送互家户使用。官府今年向中央争取1300万，改善无自来水渠穴，稍互经济部兑减648万。简易自来水跟我们自来水绝对是大不同，也发生部落有蛮多就饮用的简易自来水之后，发生很多红肿。饮用水是生活之必须，生命之必须。
所以这648万他没有做的时候，我们县府有没有什么相对应的方式？你是不是要怎么样补足？因为表示他有这个需求嘛。县府表示，这几年自来水普及率已经为83%进步到90%，即马无装设自来水管线的家户，拢是受限工程成本，最后造成无法度做。花莲县政府亲自到台中经济部水利署的会议去报告，拜托给我们花莲偏远地区自来水平均60万的这个标准，可不可以取消？议员希望县府针对全县做清查，到底目前有偌济地区需要架设自来水管线，也希望县府会当为花东基金也是县预算补助，彻底解决民生必要。记者综合报道。彰化早有一间铁厝呢，搭在人行道顶悬，今仔日园林的基公路，这巷仔底呢，有一间厝呢是下过这个巷仔起伫咧半空中的违建。目前公所已经到现场查报，要求厝主限期解释。彰化园林基公路这个巷仔半空中出现一个翻过两边徛架铁片厝，亲像是空中步道。抑阁有虫仔沿看到内底晒的衫，经过人拢感觉真稀奇。啊，毋过当地人讲，违建已经有30-40年啊。伊就家己个搭铁档啊，伊就家己搭铁档啊，就搭个。30-40年了。已经30-40年。对啊。园林市公所表示，这铁片厝看4.5公尺，长6.6公尺，深度2公尺，有7平，确定是违建，因为路顶悬爱净空。它确实是有违章建筑的一个情形。以现有道路或施设巷道来说，整个道路的透空都是属于必须要净空的，所以不能说它不影响出入，然后整个它就可以在空中架设这种空中步道的。彰化县府表示，要求厝主30天内家己贴，啊若无会强贴，佮要求厝主爱家己付贴费用。根据统计，彰化县今年违章查报甲在厝有9093件，今年编列2500万贴经费，行政经费是有限。违章查报及裁处的总件数，110年度是8489件，111年度目前是9093。在违建人去履行拆除的经费，这个经费其实我们的经费是有限。建设处强调，若违建牵涉到公共甲消防安全，拢会先拆掉，其他违建就摆咧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什么上界拍咧？珍惜这个资源，尊重这环保是上事件上界拍。即马这环保长时行，新竹县政府即马也成立一个竹仔的产业团队。这个团队咧，因是利用这竹仔的纤维特色，研发出家己这环保的猪，啊个这餐具，也已经摕到2项德国的认证咯。无论是速供，也是食饭用的猪甲汤匙啊，都是用竹仔原料做出来。最近几年，大家渐渐用纸做原料来代替塑胶用品，不过有的顶头同款有塑胶膜，无法完全回收。即马透过技术，利用竹仔做环保餐具的原料，会使100%解决问题。要把它放到我们的家庭的后院，或者跟厨余一起处理。那依照这一次的实验的结果，我们是在252天达到95.82%的分解速率。那其实这样的东西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只要252天，它就会完全消失。竹仔餐具除了会使短时间内在土壤内底完成自然分解，而且生长快速，用竹仔做原料，更加会使减少对树林的破坏。竹子它成长刚刚说大概4年到5年就长得很粗的，就可以拿下来做各种应用其他的树木大概要10年、15年、20年。所以我们固碳的效果呢，是比那个热带雨林都还要高2-3倍。这项技术佫摕到德国可分解材料家庭堆肥证书，甲生物可分解材料工业堆肥证书。团队表示，未来希望在新竹打造一条完整的竹仔餐具产业链。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2012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伫咧初3暗头公布，是由一位67岁瑞典微团学家帕博摕到奖项，伊也是头一位得到诺贝尔生理奖的微团学学者。I first thought this is probably an elaborate prank done by people in my group. 讲话开口真松调，真欢喜咧接受献花贺喜。
今年67岁的瑞典微团学家帕博，伊得到2022年诺贝尔生医的特殊荣誉。What we do is to look for the genetic material for DNA from people who have lived here long before us and try to see how they are related to us, how they are related to other forms of humans that were also here, such as Neanderthals. 帕博透底以来拢投入古 DNA 的研究，还佫取到尼安德塔人的基因，完成基因的定序，互讲做是古 DNA 的革命，证实尼安德塔人甲现代人的祖先拢捌互相配种，毋是独立分支，也就是讲有一寡现代人的体内还佫存有这个尼安德塔人的基因。随着次世代基因体的技术的提升，除了非洲人以外，有1到4% 的尼安德塔人的 DNA 的序列可能是我们亚洲人跟欧洲人的共同祖先，在离开非洲就遇到了尼安德塔人，然后就基因交流。毋但尼安德塔人，帕博还佫找到全新的人种丹尼索瓦人。他在西伯利亚的一个丹尼索瓦洞穴里面，他们挖到一个小指骨，结果就发现它竟然是一个跟尼安德塔人完全不一样的新的人种出来。然后这个人种，它其实在我们亚洲基因体里面也有大概1到4% 的。有学者讲，伫亚洲地区，第一人种内底有较悬的几率是带有丹尼索瓦人的遗传资讯。相关的研究对这个人类演化的路线会当甲背回清楚，还佫会当伫内底发现到基因，还佫有某一种病症甲传染病的关联性，安尼通互精准医学的发展带来正大的贡献。也就是安尼来成做史上第一个得到诺贝尔生医奖的微团学者。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5度到30度，苗栗到云林对24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4度到31度，还佫未来3天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